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 Valerie，就讀內外全科醫學士2年級，歡迎嚟臨香港中文大學本科入學資訊日嘅特備座談環節，與中大人對談。而家有請香港中文大學協理副校長高永雄教授致歡迎詞，有請高教授。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午安！歡迎來臨香港中文大學。今年係我首次喺資訊日親自歡迎大家，能夠喺呢片優美嘅中大校園同各位見面，我感到非常之榮幸。尤其我自己都係中大嘅校友，畢業於生物學系，我主修生物，副修生物化學嘅。能夠以大師兄嘅身份歡迎新一代嘅年輕人，對我嚟講係特別具有意義。我除咗係一位教授、一位老師啦，我主要係教內外全科醫學士1至3年班嘅同學，亦都同一時間擔任大學嘅輔導長。我嘅工作係致力提升學生服務，為學生嘅全面發展營造有利嘅環境，支援學生嘅學業成就啦、心理健康同埋個人嘅成長。喺我多年同學生相處嘅過程當中呢，我深深體會到同年輕人嘅溝通最重要係一顆真誠嘅心。只要你能夠攞出一顆真誠嘅心，願意聆聽，願意同佢一齊諗辦法去解決嘅時候，就會得到呢班年輕人嘅信任同埋尊重。而呢份嘅真誠，亦都正正係我哋中大人最珍貴嘅特質。中大係一個俾大家勇敢追夢嘅地方。今年資訊日嘅主題係一起追夢。代表大學唔單止鼓勵年輕人勇敢追求夢想，亦都會提供適切嘅資源同埋支援，陪伴你哋一步一步咁實現你哋嘅理想。今日中大有8個學院同埋9間嘅書院，分別提供多場入學講座同埋一啲體驗嘅活動，絕對係一個難得嘅交流同埋學習嘅好機會。所以我鼓勵大家積極同埋中大一眾嘅教授同學互相交流，了解你哋心儀嘅學科，同埋認識中大獨有嘅書院制度。喺接下落嚟嘅與中大人對談嘅環節當中，我哋邀請咗校友啦、教授啦，同埋同學暢談佢哋喺中大嘅故事同埋一啲選科嘅心得。相信亦對準備入學嘅大家都會有唔少嘅啟發嘅。最後，我祝願大家喺中大校園歡度愉快同埋充實嘅一日。我哋期待不久嘅將來能夠喺中大校園再次同大家見面，多謝大家。多謝高教授。今日各位抽空出席資訊日，希望大家可以從唔同嘅角度了解中大。而家我哋將會播放一段短片，為大家介紹中大嘅概況同埋特色，請大家細心欣賞。
考慮報讀一間大學，除咗要了解課程設計同埋內容，更加重要嘅係認識大學嘅教育理念。今日我哋請到中大嘅校友、教授同埋學生，同大家分享佢哋對中大教育嘅經驗。首先，有請今日座談會嘅主持人，中大入學及學生資助處處長黃家徹教授，為大家介紹今日嘅嘉賓。Hello， 大家好。今日天氣都還可以，飲夠水嚇，小心啲。歡迎大家嚟到中大，係咪第一次入嚟？希望咧大家有一愉快嘅一日。咁今日除咗大家嚟到呢個校園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幾位校友在讀嘅同學、教授咧會同大家做一啲分享嘅。咁我事不宜遲，介紹佢哋出場先。第一位咧，我哋想介紹 Dr. Yanny So， 蘇我恩醫生嚇，大家俾啲掌聲。係 Yanny 請坐呢一度。Yanny 係我哋內傳科醫學士嘅校友，同時佢係仁安醫院嘅助理院長同埋腦神經專科嘅醫生。All right， 好，接住落嚟我哋有黃念欣教授。All right， 係 Hello， 念欣，麻煩你咧可以坐喺呢一個位。係啦，黃念欣教授咧係我哋文學院嘅同事，亦都係中文系嘅教授。你見到已經好熟面喎，因為有好多嘅電視節目同埋電台嘅節目咧，你都可能會見過或者聽過啊念欣把聲嘅。All right， 好，跟住咧我哋有兩位在讀嘅同學。首先我要介紹 Eunice。Hello，Eunice 請坐。Eunice 係我哋 Global Business Studies 環球商業學2年班嘅同學。我哋仲有一位同學鄧宇軒。All right。Hello， 大家好。Hello， 宇軒，請你坐喺度。宇軒咧係我哋運動科學與健康研究4年班同學，仲有一個身份嘅，佢係一名世界冠軍嚇。咁一陣間可以講下。我以為大家會聽完我講世界冠軍會話哇咁樣，係我哋再講一次嚇，係佢一位世界冠軍。係 OK，all right， 非常好，係咁，唔好意思，對唔住。係啦，一陣間我可以講下究竟宇軒係即係有啲咩咁特別嘅地方。係我係 Andy， 我係入學處嘅同事嚇，亦都係今日嘅 moderator。咁咧事不宜遲，今日咧我哋會想請幾個中大人去分享一下中大嘅生活、中大嘅文化。今日嚟到，我諗大家都係好希望認識呢個大學，但係除咗見到一個咁靚嘅校園接觸好多嘅唔同嘅硬件咧，我認為呢間大學最重要嘅係佢嘅人、佢嘅文化。希望藉住咧，我哋幾位校友、幾位同事咧，可以俾到一啲啟發大家。咁首先咧就我哋同 Yanny 傾下偈先啦。Yanny 你係我哋中大嘅畢業生，其實過去喺中大嘅歲月對你嘅人生係有冇一啲嘅影響或者啟發？唔經唔覺咧，原來我加入咗中大已經30年咯。我覺得喺呢30年裏邊咧，中大係真係好令我即係有好大嘅改變嘅。不論喺追求學術研究啦、平衡家庭啦，同埋喺個人同埋事業嘅上面事業嘅發展都好大幫助。咁當然喺醫學院俾到我一個好好嘅學習基礎啦。咁其實我哋畢咗業之後咧，我就喺威爾斯嗰度工作。咁威爾斯咧都係中文大學醫學院嘅一個 teaching hospital 啦。咁所以喺我哋嗰幾年嘅 training 裏邊咧，我哋接觸到好多中大嘅教授。咁我哋見到好多都係好年輕有為啦，同埋咧係對教育咧係相當有熱誠嘅。咁亦都係因為俾佢哋感染啦，我自己都好希望咧可以係做到好似佢哋咁叻。咁所以咧，我當時就選擇咗做一啲中風嘅研究。咁而當時嘅教授咧，其實佢唔係淨係直接去教我哋喎，佢會帶我哋咧去世界各地開唔同嘅學術會議，令到我哋咧係可以接觸到世界上面最頂尖嘅學者，有機會同佢哋一齊合作，一齊去交流。咁所以我哋好早期咧已經有一個好國際性嘅視野。咁後來啦，我結咗婚啦，生咗小朋友啦，咁我又想俾多啲時間去照顧我屋企啦。今日我嘅屋企人都嚟咗呢度啦，咁咧我當時都仲喺醫管局嗰度做嘢嘅，咁但係醫管局咧就唔會有一個 part time 嘅咁樣嘅 position 咧，可以俾我哋有呢一個選擇。咁當時咧大學好好，我個部門咧係自己用自己好辛苦得嚟嘅 soft money 咧去出咗。即係幫我係去 support 我做咗幾年嘅 part time，等我喺嗰幾年裏邊咧係可以同時照顧我嘅屋企人啦，亦都可以咧從時咧去繼續發展我想做嘅研究啦、中風服務啦、我嘅醫學博士嘅一啲 project 啦，咁所以係對我係非常之大幫助。
好啦，亦都過咗20年嘅醫生歲月啦，喺威爾斯裏邊。咁之後咧，我亦都希望可以喺事業上面有再大嘅突破。咁我咧亦都係咧修讀咗商學院嘅 Executive MBA 嘅一個 program。咁呢個 program 咧就令到我咧從一個醫生、一個 researcher，但係我去到另外一個領域咧，轉化咧係成為一個 hospital administrator，令我可以喺另外一個角度、另外一個領域裏邊咧係繼續去發展同埋推動香港嘅醫療服務。咁所以我覺得中大咧係一個俾到我哋去揾到我哋嘅方向啦，同埋只要我哋有目標咧，佢都會想辦法咧去幫我哋達成我哋嘅夢想嘅地方。好多謝 Yanny。除咗 Yanny 係由 undergrad 一路讀到去 PhD 讀到博士之外咧，其實念欣你都係本科碩士、博士都係中大。咁中大嘅咁多年咧，對你嘅人生有啲咩啟發？係多謝 Andy。咁中大對我人生真係好大嘅影響同埋啟發嘅。咁我頭先好似 Andy 所講啦嚇，即係我一直係留喺中大真係好長時間。咁但係我而家諗翻起我1年級嘅時候聽嗰個入學講座咧，嗰位老師啦嚇，中文系嘅老師其實係小思老師嚇，盧偉聯教授。咁佢前幾日之前嚇，我仲同佢食晚飯。我2年級上創作堂嘅時候嘅我一位恩師嚇，我尋日先至同佢食晏晝飯，即係話中大俾我嘅影響咧，其實由我踏入中大嗰一刻，我1年級嘅時候，到我今日喺人生裏邊咧，仲係影響緊我。咁我琴日嘅老師同我食飯嘅時候就即係好隨意送咗2句嘅詩俾我。咁其實大家都係傾緊啲工作啊，或者係有時生活啊，一啲或者係我研究嗰啲問題咁。咁但係佢又隨意同我講就話你要記住，世事滄桑心事定，空中海樂夢中飛。咁佢講緊嘅其實就係滄桑，其實唔好以為係老人家嘅專利嚇。其實你哋年青人咩叫滄桑咧？就係琴日呢個仲係滄海嚟嘅，今日已經變桑田，已經叫滄桑㗎啦。即係話我哋而家真係一個變化萬千嘅世界裏邊。咁但係好多嘢會變，或者好多人話俾你聽而家應該讀咩科啊？咩科係最前沿㗎？讀咩先至係有價值啊？咁樣好多好紛擾嘅意見呢。但係最緊要心事定，即係話咧，我哋自己有自己嘅專業啦。我有一個訓練嘅話咧，我喺一個紛紜嘅世界裏邊咧，我都揾到自己嘅位置嘅。咁另一句咧就咁啱嘅就好配合我哋嘅主題嚇，即係一起追夢。咁就係呢一個空中海樂夢中飛。咁有海咁深嚇，有山咁高嘅世界啦，喺你嘅心胸裏邊嚇，咁你先至有呢個空間咧去追夢，去夢中飛翔嘅。咁所以咧，我再補充一樣嘢咧，就係話中大俾我影響，其實佢嘅客觀自然環境都幾大影響嘅。中大我希望大家今日都感受到啦，係一個環境好優美嘅校園。咁我係崇基嘅啦，咁我哋崇基嘅門口咧有一對門聯嚇，個校門嗰度有對門聯，其中有一句咧就係當海山勝景，有懷鮑魚陶住人群。咁即係原來一個人喺一個海山勝景面前咧，的確會擴闊咗你自己好多嘅可能性。咁而亦都感召咗我，好希望繼續喺呢個地方啦嚇，同好多人去分享或者去研究下文學呢個領域。咁對我嘅影響一直都係好深嘅。多謝念欣大家賺咗啦，因為除咗嚟聽 talk， 仲上咗一課中文課嚇，非常之好。大學嘅教育就係咁噶啦，我哋無時無刻都係教育嘅機會，有空間咧去互相砥礪嘅。我依家想問一問宇軒嚇，因為咧一個理想嘅大學教育，你覺得應該係點嘅咧？同埋咧面對我哋嘅下晝場，我哋輕鬆啲 O 唔 OK？ 係啦。我哋再坦率一啲，你覺得今日嘅中大達唔達到你當初嘅期望？仲差咗啲咩？係咁，我覺得大學嘅教育理想就係全人發展啦。咁除咗學習到一啲本科嘅知識之外，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你 explore 到唔同嘅學科啦。例如我自己，我修讀運動科學與健康管理嘅。咁我亦都會讀到一啲大學通識啦、哲學啦。咁我覺得呢啲嘅知識都可以令到揾到人生嘅目標同埋人生意義啦。
咁另外咧，我覺得亦都會可以擴闊到你嘅社交圈子啦，因為你會同唔同嘅學科嘅同學一齊去上堂啦。咁仲有都幾多啊？我覺得係啦，即係我入到嚟都發現自己啟發同埋學到好多嘢。咁就係我覺得大學係一個俾你試錯嘅一個地方啦。咁喺踏入社會之前，因為你可以去無後顧之憂咁樣去參加多啲活動啦，入一啲 society 啦，去揾多啲唔同嘅興趣。咁然之後就發掘到自己嘅理想同目標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自己去進步同埋揾到興趣咯。我諗從大學嘅理念咧，喺大學嘅生活當中咧，教與學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咁我諗在座好多家長、好多學生都好關心，而中大聽聞啲教育質素都好似幾好喎，啲老師用心教書喎。嗱，今日咧我哋就有兩位非常之優秀嘅老師。咁 Yanny 本身咧頭先有咁多工作，佢亦都繼續有幫醫學院咧係教學嘅。咁念恩當然不在話下。所以我想問下兩位咁投身咁委身嘅老師，其實你哋已經好忙好多嘢做㗎啦。點解仲肯花時間去教學呢？點解你哋對教學都仲咁有熱誠？我想請 Yanny 講先。我覺得係因為我回想翻我自己細個學習嘅時間咧，即係我覺得見到對住本書啦、notes 又好啦、PPT 就款而家 AI gen 出嚟嘅所有嘢，其實佢都係死物嚟嘅。即係好似話你睇完一課書一份 notes 咧，會好想讀嗰一科，我覺得好有興趣，好少啊。即係我哋有咩情況之下會突然間 ignite 到我哋、啟發到我哋啊？我對呢一科好有興趣，我覺得好啱我㗎啦。或者係某一啲嘅課題，我想做多啲 research 去揾答案嘅咧。往往咧都係嗰個先生係講得好好聽啦，即係好 inspiring 啦，或者你睇個 TED Talk， 哇 hit 中我嘅嘢喎，同我有 echo 喎，或者係大家見到一啲 role model， 哇佢哋真係好有成就、發光發熱嘅，即係你會希望有佢哋咁成功嘅。好多時就係因為你遇到呢一啲人，就係因為呢啲人有佢哋嘅智慧，將一啲知識轉化為一啲正能量，再影響佢嘅身邊嘅人呢，先可以真係傳承到教育。咁我喺我咁多年裏邊，的確係遇到好多影響到我、啟發到我嘅人，所以我都好希望，即係當我都仲有能力嘅時候咧，我都可以以我嘅經歷啦、我嘅經驗咧，去啟發我嘅下一代。念恩係我都係好開心有一份工咧，我諗都係好難，你會有一份工作係可以長時間對住嗰啲最真誠。冇機心、冇成見，但係有好大嘅熱情，好想知道一個佢好感興趣嘅學科嘅知識嘅年青人。然之後每年你都會有一批新嘅學生。咁而且我諗大學裏邊有好多嘅即係嘢會學到啦。但係我好同意阿蘇醫生所講嚇，即係話而家你要學一樣嘢，知道一個字嘅定義嚇，或者係知道一個知識咧，你撳咗一個掣嚇，然之後2秒鐘就會有10個 point 咁樣出嚟嚇。你要記得佢，你要帶住走都唔係咁難。但係我諗大學裏邊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氣質嘅變化咯。即係話你18歲入嚟之後，到你22歲正常嘅畢業時間啦嚇，就22歲畢業之後，其實你係咪仲係同一個人呢？如果你仲係同一個人，你只不過知多咗 A、B、C、D 呢啲嘢呢，咁你個大學生活咧仲有少少遺憾，咁而係質嘅變化。咁所以我自己好享受嘅教學，我諗唔同嘅老師有唔同專業嘅科啦，但係我自己好享受嘅教學就係睇住一個同學嘅質性嘅變化。咁譬如我好中意教嘅一科專題研究論文堂，就睇住同學由無中生有咁樣去諗一個文學嘅課題，一個作家一種風格，然後有系統咁樣將佢做注釋，寫成合學術規格嘅論文，然後有自己一個代表作，咁嗰種嘅滿足感好大啦。但係其實喺任何嘅學科，其實我哋嘅人生都係好似一篇一篇嘅論文嚇，我哋去秉持自己嘅意見啦，希望說服其他人啦，講清楚一個問題啦，求真啦。咁呢一份工作或者係教育嚇呢一個即係環境啦，好開心有好多嘅中大老師同同學同我一齊度過咯。我自己都係個老師嚟嘅嚇，我係商學院，我教 marketing 嘅，咁所以我都分享一下。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師係一個好大嘅福氣。可能咧，大家會覺得一個老師乜都識嘅
嚇，你哋咧嚟上堂聽佢講，你就可以掌握到一切。其實咧喺大學唔可以咁求學嘅。我作為一個老師，我好開心嘅地方就係有好多嘢係我嘅學生教識我嘅。希望大家唔好介意乜你咁渣嘅咧。其實咧，我哋係通過好多討論啊、互動啊、教學相長，係每一日都發生。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學生俾我認識咗啲東西，俾我揾到一條路去發掘新嘅知識，再去傳授俾其他學生咧。其實呢一種自己都有成長嘅感覺係好美好嘅。咁所以希望我哋繼續努力啦嚇，去好好珍惜我哋呢一份福氣。接住落嚟咧，從老師講到學生啦，中大學生、中大人呢係有一定嘅份量嘅。而兩位同學，你覺得肩負住中大呢個名字，應該具備怎樣嘅氣質、怎樣嘅特質呢？ Eunice 你講先。咁我覺得中大人呢，咁因為我係崇基嘅學生啦，係啦，咁所以我就想攞崇基嘅校訓，就係止於至善去概括我認為中大人應該具備嘅氣質嘅。咁我覺得其實唔係淨係講緊讀書啦，而係每一方面，我覺得作為中大人都應該要有一個不斷追求進步嘅一個心態。咁就好似我自己嘅個人經歷為例啦。咁其實 Year One 嘅時候咧，都可能會好迷茫，諗緊參加啲咩好咧？或者其實參加好多嘢咧，都係出於其他人同你講不如試下啦咁樣。咁然後對比佢過咗1年之後，而家咧就會開始直情係擔任一啲學生組織嘅籌委啦。咁我未來2年亦都會去北美同埋歐洲去做交流生，咁其實都會睇到自己慢慢嘅成長。咁我認為呢一個除咗係我自己不斷要去話俾自己聽唔好停落嚟要去發掘多啲之外，其實都好多謝中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平台啦，好似一個寶藏咁樣俾你不斷咁去揾一啲啱自己嘅嘢去試好多課外活動希望即係令到自己可以喺有真係全人發展，就好似頭先宇軒所講嘅，就係唔係淨係讀書，喺各方面可以全方位咁樣去成長。咁所以我好感激就係中大有呢一個機會俾我啦。咁亦都要不斷咁提醒自己，作為中大嘅學生咧，都應該要有一個上進心，有一個鬥心。另一位中大同學。咁我就唔敢講話應該要有咩特質嘅。咁我自己喺校園生活度啦，我就感受到有啲咩特質啦。我覺得中大人與人之間個 connection 好近啦。咁我覺得中大人就好簡單啦，好真誠啦，同埋好會容易咁樣去分享啲知識同諗法俾彼此啦。咁我自己嘅經驗為例啦，咁我係一個全職運動員，咁就經常都會需要去海外訓練啦，同埋去比賽咁樣，咁就會 miss 咗一啲課堂或者考試。咁我啲同學就好無私咁樣，佢會 share 佢啲 notes 或者甚至乎會嘥1-2日嘅時間去幫我補課添。所以我覺得好多謝佢哋啦。咁即係喺中大呢4年嘅生活，我會覺得人同人之間嗰個 connection 係好深咯。我覺得係好好嘅一個中大人特質。嗱，呢度我要追問啦，因為咧唔可能每樣嘢都係好嘅。咁我對我哋嘅同學有個批評嘅，我覺得中大同學咧個爭勝心好似唔係好夠強，即係同啲同學之間咧係就係好和洽共處，但係好似係咪應該通過競爭再能夠激發你哋咧去突破你哋嘅極限呢？咁我想問下宇軒，因為宇軒本身你未介紹自己，你係一個空手道嘅運動員，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應該要多啲競爭，你先至可以成長得更加快？係，我覺得就唔係嘅，因為學習就唔同去比賽啦，去競技啦。我覺得學習就係學海無涯，即係你永遠都學唔晒所有嘅知識啦。咁我覺得大學嘅學習啦，就係應該大家一班相同興趣嘅人啦，一齊去討論啦，去分享自己意見啦，同埋去一齊互相扶持，去學多啲嘢嘅一個機會咯。就唔係一個好似運動競技競賽去爭邊個高分啲 GPA 邊個高啲嘅一個地方。Eunice，你讀緊嗰科，恕我直言，都算係中大神科嘅其中一科嘅咁。咁你嗰啲神科嗰啲神童嘅同學，right？咁會唔會大家鬥到即係飛起，定係唔鬥㗎？你哋？
其實就唔係真係大家諗到鬥得咁緊要嘅。都好明白大家可能一聽到我個科，第一個反應就會覺得哦，商科嘅同學咁出嚟就係投身商界，咁就即係爾虞我詐，大家都一定要透過競爭先可以有成就啦。咁我覺得其實個真實情況就唔係咁嘅。咁客觀而言咧，你係一定會存在競爭，因為你同班嘅同學啦，你讀書上咁大家可能一齊讀同一個 course， 咁可能一份 test 咁樣好細微啊，咁邊個考得好啲？呢啲客觀嘅環境，甚至去到出嚟揾工，咁可能大家第日就係爭過一個 offer。咁我絕對承認客觀上個環境係絕對會存在競爭嘅。咁但係係咪因為有競爭就等於你要當你嘅同學係對手或者敵人，我要打贏你先至叫做我叫成功？我覺得絕對唔係咁啦。咁其實我嗰科為例啦，咁其實我哋嘅同學咧係好出晒名一樣嘢，就係大家係好友愛，一個好好嘅一個 bonding 咁樣。咁尤其是因為我哋少人啦，咁所以其實大家係會當大家係一個伙伴，大家一齊去成長。因為大家都明白，其實我幫下你，你幫下我，可能大家去互補嘅情況底下咧，對於大家咧都會有好處啦，亦都會即係唔好話有處，因為大家先至會慢慢可以成長得快啲，進步得快啲。咁其實只要你主觀上嘅心態，你當你嘅同學係一個同你一齊成長呢4年一齊去進步嘅一個伙伴咧，咁其實就會營造到一個好好嘅氛圍。我哋講到咧課程咧，在座今日好多來賓、好多同學入嚟就係希望咧了解我哋中大嘅課程，方便你哋報聯招咧作出選擇。所以咧，我哋去到呢個環節最後部分咧，我想4位嘉賓咧都可以為我哋嘅同學同埋家長咧提供一啲意見。到底我哋面對選擇大學嘅主修，你哋會提供咩意見呢？我哋4個都簡單講下。我想請 Yanny 先。我覺得咧最緊要係你有中意嗰一科，即係我知道好多人都會成績好，諗住成績好就報醫科啦。但係其實你要諗下，你係咪真係中意嗰科？因為每一科咧都有佢嘅特性，適合唔同嘅人讀。但係嗰一科係你將會係你投身你一世。好 likely 都係同你將來嘅職業有關。咁你係咪能夠喺你未來嗰10年、20年都能夠喺嗰個科裏邊啟發到你自己，繼續有動力去學新嘅嘢，去繼續呢？咁呢個先係最關鍵，而唔係邊一科揾得最多錢，或者邊一科出嚟個成就好似高啲。嗰個生命係你自己嘅即係跟住你路係你自己走，所以一定係要認清楚究竟你自己嘅能力、你嘅性格同埋你嘅興趣喺邊度去幫自己揀科。廉恩。係，我都好同意蘇醫生所講嘅，即係我中文係啦，即係用《論語》嘅講法啦。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咁就咁聽咧，就好似話為人去做學問好似幾好咁啊。但係佢嘅意思其實就係話以前嘅古人學者就係真係好似蘇醫生所講嘅嚇，就係為自己嘅夢想嚇，或者真誠咁去問自己嚇，或者係純粹係個人嘅修養嚇去為學。咁但係而家咧嚇，有時我哋會因為人嚇話俾你聽邊一科好需求好大啊，邊一科會好有用啊，邊一科會得到好多嘅回報。但係實際咧，人生嘅路唔係咁簡單嘅，所以我覺得都係問翻自己心裏邊嗰個聲音先咯。好多謝。跟住宇軒，你嘅意見係點啊？我覺得我自己分享自己嘅入大學嘅故事先啦。咁其實我就好幸運啦，即係好細個，我就知道自己中意啲咩。我中意跑跑跳跳，我中意做運動，我中意體育嘅。咁點解會入到中文大學運動科學呢？就係因為我想透過運動科學呢啲知識去提升自己個運動表現咁樣啦。咁我覺得其實依家用 AI 啊，或者係你上網一 search 話邊一科嘅人工最高啦出嚟，或者邊一科最容易入，大家都一定 search 到㗎啦。但係我覺得最緊要都係真係做入讀自己有興趣嘅科目啦。因為就算入到醫科做醫生，但係如果你唔中意嘅，你可能1年2年後你都會放棄。咁我自己一個例子就係我做運動員啦。未必係全香港最高人工嘅一個職業啦。咁但係因為我真係中意，我有個目標，我想成為世界第一，我想企喺最高個舞台。咁呢啲嘅動力先令到我可以繼續去變得更加好、更加進步咯。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揾到自己有興趣而中意嘅一個科目係最緊要嘅。Eunice。其
其實頭先蘇醫生講嗰個例子咧，我都幾有共鳴嘅，因為我好記得嗰時揀科同老師講，同同學講自己想讀 business 啦，跟住係真係會有人問點解你唔揀醫咁樣，所以其實頭先呢個都想回應一下，因為幾有共鳴，好似諗翻起1-2年前，的確有相似嘅經歷啦。咁我覺得我好同意了解自己嗰個長處同埋興趣係好重要啦。咁但係我亦都想可能俾一個提小貼士大家，尤其是係一啲而家中5、中6嘅同學仔啦。其實我好鼓勵中5、中6嘅同學仔多啲去揾而家在讀嘅學生去問一啲嘅意見。咁其實今日呢個 Info Day 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因為你會可以係真係行到唔同嘅 booth，親自接觸而家讀緊嗰科嘅學生啦。咁佢哋俾到嘅嘢，除咗係你 Google 到可能個科有啲咩讀啊，第日有啲咩出路之外咧，最重要嘅係佢哋可以好真實，俾一個好切身嘅感受你。可能佢讀咗呢科幾年之後啊，佢個人有啲咩改變啦，佢喺呢一科得到嘅得着，甚至對佢人生有啲咩啟發咧。咁我認為呢一啲其實都好重要，係真係會可能有一下就係有人同你分享完佢嘅經歷之後，你的確係因為咁而觸動到你。可能本身你唔係好知道你自己想揀啲咩，但係可能佢嗰科嘅人嘅特質吸引到你，想去加入佢哋嘅圈子，去想都成為類似佢哋咁樣嘅人。咁其實呢一啲同人嘅交流咧，係遠遠比自己淨係去對住一本資料，其實我覺得係有用。即係當然你都要好了解個科基本係讀啲咩，但係我都覺得同人交流、同人多啲相處，尤其是同一啲而家最 update 佢可以俾到最更新嘅一啲資訊你，咁你啲同學仔同佢哋交流一下咧，對你揀科係絕對有幫助。好多謝你，呢個一個好好嘅結論。所以咧，由今日開始，希望大家各位同學做多啲功課，去了解唔同大學嘅文化、唔同科目嘅特色。多啲揾你哋嘅師兄師姐去攞一啲第一手資料，你做足功課咧，爹哋媽咪一定係會 support 你哋嘅夢想嘅。咁我哋今日呢一個嘅分享環節到呢一度，我哋俾啲掌聲呢4位中大人，係咁咧可以請你哋落去台下就座。咁咧亦都可以透露翻咧，咁阿宇軒呢，就即將會喺11月係嘛，代表香港咧出戰全運會嘅。咁大家俾啲掌聲鼓勵下佢。Thank you。最後一個部分咧，我哋會講下咧嚟緊2026年聯招生嘅一啲概況，特別咧我都想做一個 demonstration， 點樣去幫大家計分啊嚇，因為都即係講夢想，我哋都睇下我哋入唔入到，夠唔夠分啦。咁所以呢個部分咧，我哋係會同大家講下一啲嘅工具嘅。咁首先咧，同大家做啲彙報啦，可能係大家已經有留意到㗎啦。早2日嘅新聞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亦都公布咗最新嘅2026年世界排名。咁好開心，中大創咗我哋歷史新高，我哋係全球第41位。而早前你見到第3嗰個咧就係叫 QS 啦，亦都係一個認受性好高嘅世界排名。我亦都係創咗我哋歷史新高，我哋目前位列全球嘅第32位。頂頂嗰個咧就係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顧名思義係一個美國為主嘅排名啦。我哋係被列在全香港第1、全球第37位嘅。我哋好開心，好鼓舞。雖然我哋唔係全香港排名最高嘅大學，不過中大人另一個特質或者氣質咧，就係我哋係一間好重視進步嘅大學。我哋過呢幾年咧排名不斷上升，我哋都好開心。我哋要求，我哋教育我哋嘅學生要進步。如果自己唔進步，說不過去。咁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喺繼續落去都可以為大家帶嚟呢啲好消息。你見證到中大係一個不斷進步嘅大學。我哋總共有72個聯招嘅課程。如果在座當中有中6嘅同學呢，你係有72個選擇，當中係分佈咗喺我哋8個學院，我唔會逐個講下。所以呢，其實只要你揾到屬於你嘅興趣同埋你嘅夢想呢，你會揾到喺中大入邊呢有幫到你，係你會有動力每日好開心返學嘅學科嘅。咁但係記住就係自己做功課啦，都係嗰句你覺得點樣可以令到爹哋媽咪都 support 我嘅諗法呢？你俾佢知道你係做一個成熟嘅、有資訊嘅決定，
佢哋就會支持你嘅啦。而去年應該講今年咧，2025年，我哋新增咗3個嘅新課程，包括喺我最左手邊公共人文學 （Public Humanities）， 我哋有人體運動科學與健康研究 （Human Movement Science）， 仲有一個係叫做 Material Science 材料科學。嗱，呢個呢係2025年我哋新開嘅 program， 當然26係會繼續招生。咁呢3個新 program 喺今年聯招呢，其實無論分數同埋人數，我哋都好滿意嘅。咁所以好開心得到同學嘅支持。而今年或者係嚟緊26嘅呢一個 exercise， 我哋有一個新嘅課程，就係叫做外交與國際事務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係啊，呢一個係我哋得到國家外交部同埋駐港特派專員公署嘅合作同埋支持。我哋呢一個 program 係一個跨學科嘅課程，係由我哋嘅社會科學院同埋法律學院共同合辦嘅課程，為的是要訓練新一代嘅外交專才。係啊，以往呢啲機會香港冇，但係依家我哋真係有機會，可能你代表香港、代表國家去到一啲咧國際嘅機構，可能你係成為一個外交官員，或者從事一啲國際機構嘅服務，例如 UNESCO 即係聯合國嘅教科文組織，例如世界衛生組織等等等等。事實上呢一個課程亦都會要求同學呢係有一啲喺海外喺境外學習嘅機會，國際視野啊嘛。咁所以呢，其實你哋都會喺剛才嗰啲機構嗰度有機會去進行實習，你會去北京上課嘅。我甚至會覺得呢，就算你係諗住將來從事商業嘅業務嘅，有一啲國際嘅客戶做 multinational， 呢一個課程亦都會幫到你去提升你嘅國際認知。咁所以好興奮嚇，咁大家可以多啲留意。我哋成日強調一間大學最重要嘅並不是佢嘅硬件，雖然我哋環境好靚，並不是我哋有幾多個課程，最緊要係人，係人。我成日都講一個秘密，所以我講到已經變成咗公開㗎啦，已經唔再秘密㗎啦。但係再講多次，有咩方法，有咩捷徑可以令到好學生變得更加好？好簡單啫。你今日係咪同你嘅好朋友一齊嚟啊？望一望你身邊嗰個朋友，可能嗰個係你爹哋或者媽咪 ，right？ 好，如果你嘅好朋友係每一日都好專心咁樣打機嘅 ，alright？ 上網嘅，碌 IG 嘅，你會點啊？你會好慚愧。我見到同學揞面，係啦，你會受影響。如果你個最好嘅朋友每日都係喺度躺平嘅 ，OK？ 你係會跟住躺嘅。調翻轉反之，如果你嘅最好嘅朋友，你身邊你個好同學係好上進嘅，好有計劃嘅，好有夢想嘅，為咗自己嘅夢想係好努力去應試讀書嘅，你敢唔敢太懶啊 ？OK， 咁所以咧呢一個呢，我覺得我希望你哋選擇一個好嘅環境，同叻嘅同學，同品格優良、態度正面嘅同學做你嘅夥伴。呢個新聞可能大家都都有跟進啦。今年香港文憑試誕生咗17個，計埋查卷之後有17個嘅所謂狀元、滿分狀元，當中有7位呢就加入咗成為我哋中大人嘅一份子，比例繼續係全港最高。隔離呢個係4年嘅 total 嚇，喺呢4年間香港係誕生咗43個文憑試嘅狀元，當中有21位呢係加入咗中大，亦都係單一院校嚟講，我哋比例最高嘅。同時呢，我哋都做咗啲統計啦，係因為我哋全港所有考生嘅成績，我哋都擁有嘅，所以我哋可以排到呢係全香港最高分嘅頭100名學生。今年我哋繼續係有半數嘅佔比，有一半嘅 Top 100嘅同學都係加入咗中大。4年嘅平均係56%，繼續係單一一間院校比例最高。我講出嚟係咪為咗認叻呢？係嘅，不過，亦都係一種責任感嚟嘅。因為咧，剛才阿念欣都講得好好，我哋希望咧同學咧，你哋入嚟嘅時候已經能力好強、
好叻，出咗呢個校門，經4年、經6年之後，你係有一個改變，更加叻，知識上高，態度上高，氣質都有改變。所以呢個成為咗我哋老師嘅一個責任心。我哋要令到叻嘅學生變得更加叻。而剛才講咗啦，同學都有講，中大嘅特色咧就係唔知係咪因為中學咧你哋鬥得太緊要啦，個個爭第一，入咗嚟咧唔爭嘅嚇。我哋中意咧一齊小組去温習，啲 notes 咧係會 share 俾其他同學嘅，唔驚咧佢攞咗你啲 notes 佢攞 A 你爛 grade， 佢唔驚嘅。咁所以咧，我諗呢個文化係咪適合你哋嘅咧？你哋可以去多啲同你嘅師兄師姐去溝通。今年聯招咧有個新聞啦，就係話雖然按年咧嗰個考生人數回升咗1成，但係總體8大嘅聯招嘅 offer 咧係創咗歷史新低。我哋唔知咩因素，不過中大我哋繼續係發出最多聯招嘅 offer 嘅。我哋今年出咗咧接近3000個 offer， 而你見到4年平均我哋每年都係接近3000或者超過3000嘅。我哋對於聯招嘅同學，對於香港DSE 嘅同學係有承擔嘅。以下呢句説話希望唔會咧 upset 到，唔會得罪到大家。因為咧聯招嘅同學咧係真係嚟自唔同嘅階層，有好有錢嘅，有一啲可能好似我咁樣係嚟自草根家庭嘅。不過聯招就算並不完美，佢都係一個相對地透明、公開、公平嘅機制，等我哋呢啲可能背景比較寒微嘅同學都係有接受最好教育嘅機會。咁所以中大我哋係對聯招嘅同學好有承擔。我哋冇一個特定嘅比例嚇，我哋都好中意非聯招嘅同學，但係聯招嘅同學，我哋繼續係會予以支持，係適當地俾學額 DSE 嘅同學。不過請記住一樣嘢，我哋咧基本上係由 Band A 錄取嘅嚇，接近100% Band A 錄取，所以你哋擺你哋嘅 program choice 咧要小心啲。成日都話啦 ，A1 可以追夢，A2 咧要保守啲，A3 要穩陣㗎啦。OK， 唔好跌出咗Band A， 因為跟住咧個形勢就好複雜㗎啦。咁所以點為之穩陣咧？點樣可以幫我去估計我入讀嘅機會咧？一陣間我就會做一個 live demo 去幫大家。咁剛才講咗啦，因為我哋有不同階層嘅同學，所以我哋喺獎助學金方面咧，我哋係盡量去 support 我哋嘅同學。以聯招為例啊，咁其實呢一個嘅入學獎學金咧，我哋係唔需要申請嘅。我哋睇住你聯招即係 DSE 嘅成績，然後就主動去發放嘅。我哋咧有呢接近3000個同學咧，有820位係獲得我哋入學獎學金嘅，亦都説明咧即係佢哋嘅成績真係好好嚇。當中咧我哋係發放超過4000萬嘅獎學金，而同時間咧，除咗獎學金之外，我哋都有 financial aid， 有助學金去幫助呢一啲同學，可能家庭有經濟嘅困難啊等等。咁所以咧，我哋獎助學金加埋咧，我哋每一年嘅總額係接近3億港元，而當中咧有唔同嘅部分。大家可能有聽新聞啦，因為我哋嘅財赤，所以咧大學嘅撥款咧，我哋係減少咗嘅。不過儘管如此，我哋使喺學生身上嘅錢呢，我哋係唔會減少，反而只會增加。因為都係嗰句説話，我哋唔希望同學因為經濟嘅原因，你接受唔到你最理想嘅教育。除咗我哋係會錄取一啲成績優異嘅同學呢，其實我哋都希望有啲多元性嘅同學。好似係宇軒咁啦，佢本身係一個咁優秀嘅運動員，我哋會有運動員獎學金，我哋有呢一個叫 SALSA 嚇學生運動員支援計劃，仲有其他嘅一啲入學嘅方式，例如校長推薦計劃、學校直接推薦錄取計劃。呢啲計劃嘅特色呢，就係佢係唔係睇成績為主嘅，可能係以其他。因為同學可能你藝術、音樂、體育、社會服務喺各個方面都表現到你哋好優秀嘅呢，其實我哋都會作全盤考慮。當中呢，可能有啲同學有特殊教育需要嘅，所謂嘅 SEN 同學，我哋都有好多嘅配套。
要講句就係書院制嘅特色咧，就係我哋真係試過有個同學係身體係有殘障嘅嚇，咁咧佢入咗某間書院咧，書院係特登為咗呢個同學去 remodel 改佢個宿舍房間，方便佢，因為佢要坐輪椅嘅，方便佢出入，甚至因為佢嗰個情況都比較可以話唔方便。佢需要姐姐去幫佢，所以嗰間書院呢係俾埋姐姐喺嗰個房間去支援呢個同學。所以呢一樣嘢我哋可以為同學做到嘅，我哋會盡力去做。除咗讀書之外呢，我哋希望學生有全人發展，咁咧有好多不同嘅活動啦。其中呢，同學呢有一啲夢想。你哋想唔想開咖啡店啊？想唔想擁有屬於自己嘅咖啡店啊？冇反應，唔緊要。呢班同學就有啦，佢哋真係發咗一個開咖啡店嘅夢。結果大學去支持佢哋，佢哋喺校園上高圓夢嘅。呢間叫做山城咖啡廳，今日都有營業嘅。廣告時間。佢嘅位置咧就係喺范克廉樓。如果你唔知喺邊咧，你揾下中大個泳池喺邊。中大嗰間超級市場喺嗰度附近嘅啫。All right， 係有一個令我好詫異、好驚訝嘅地方，就係我幫襯過嘅，居然係好飲嘅。OK， 嗱唔好意思啊，因為你會覺得話咁學生搞嘅，可能一學生係要個 feel，right？ 我要 chill。原來佢哋好認真嘅，呢幾個同學真係好熱愛咖啡，自己係 on the side 就有學點樣沖咖啡，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放心，一陣間完咗呢一場過去幫襯，好咪 ？OK， 咁佢哋仲好離譜地咧營業咗，今年係第二年營業啦，佢舊年第一年營業咧已經開始賺緊錢，因為大學免佢租嚇。都係咁，你都要好飲先有人幫襯㗎，係咪 ？Alright， 咁所以咧，原來係學生唔同嘅夢想咧，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不同嘅平台讓佢實踐。我不斷睇表係因為我要去呢個好重要嘅部分啦，就係講計分啦。嗱，自從2024年文憑試改制之後咧，我哋繼續嘅要求係332A 33。咁咧冇好多同學同埋家長都問：咦，你哋有冇一啲彈性收生安排呢？嗱，咩叫彈性收生安排呢？係因為可能個別有啲同學未必達到呢個332A 33，可能某個單科係失咗手。OK， 嗱，舉個例啫，唔係一定係嗰科啊。可能有啲同學佢中文差咗啲啲，level 2，咁係咪人生完咗蛋啊？唔係。我哋都會繼續考慮你哋嘅。當你其他嘅科目都係優秀嘅話呢，我哋係繼續會有呢個彈性收生嘅安排。OK。不過如果你話我唔係單科失手，我係7科失手又點呢？冇問題喎，人生未終結嘅。OK， 明年試多次考多次。我哋基本上所有嘅課程都係以5科為招生嘅計算，2個醫科啦，就係內傳科醫學士環球醫學組別，同埋內傳科醫學士咧係會計6科嘅。嗱，呢度咧，我想大家影一張相，影呢個 QR code。咁啊點解咧？因為我想做一個 demo 咧，就係點樣利用我哋嘅招生分數計數機嚟去咧幫大家估算一下你哋入學嘅機會。咁所以接住落嚟咧，我就想做一個 demonstration 啦。嗱，你去到我哋嘅官方網頁 admission.chk.edu.hk， 咁即係總之我哋平時嘅嗰個招生嘅網頁啦，你就會揾到咧有一個地方就叫 Score Calculator。嗱，你見到暫時都係寫住2025嘅，因為我哋每年咧都會將最新嘅資訊，包括課程同埋計分方法咧，會有一個 update。咁但係依家你都可以照去試嘅。嗱，首先咧第一咧就係你可以喺 program 嗰度，你見到個 pull down menu 就可以揀我哋呢72個聯招課程嘅其中一個。咁舉個例，你頭先聽完阿念欣，你覺得我好想跟到佢喎，咁你揀咗 Chinese language 就係中文系。咁你見到下低咧就係嗰個嘅課程嘅一啲要求啦，佢對科目嘅要求啊，或者你見到中間有一個叫做 program specific score calculation details。咁咧佢就計 best 5啦。另外 subject weighting 佢咧因為中文系，所以中文單科咧佢係會有更加高嘅比重嘅，乘1.2嘅，咁你會知道。
咁最好玩嘅地方就係呢一度啦，你就可以咧逐科將你嘅成績輸入。其實我哋喺放榜前後咧，以舊年即係應該講今年2025為例咧，我哋獲得咧超過3萬人去入去試我哋呢個 calculator 嘅。Alright， 咁你可以自己入晒啲成績，例如你嘅中英數啊、你啲 electives 啊等等，依家都得㗎。你可以估算或者到放咗榜攞10分去入。跟住撳 calculate， 你就會見到咧喺我嘅左手邊咧就有一個 your score， 根據你入去嘅嗰啲科目嘅成績 ，apply 咗嗰個 program 嘅 calculation formula 計到個分數。最有趣係右邊有一個叫做 expected score 預期分數，一陣間會講多少少嘅。而呢個分數咧，你就可以對照一下你計出嚟嘅總分，就睇下自己同呢一個分數嘅距離，如果比較接近嘅話咧，其實代表住你獲錄取嘅機會咧就比較大啦。好啦，咁咩叫接近咧？咁我就想翻出去講一講 expected score 係咩東西。暫時喺香港咧有3間院校咧，喺大概5月尾6月頭，即係大家考完 DSE 之後咧，係會公布 expected scores 嘅。咁分別就係中大、港大同埋科大。呢個 expected score 咧，基本上你從最左手邊開去睇咧，每間院校都話俾你聽㗎啦。如果你係達到嗰個嘅分數咧，代表住同時你擺翻喺 Band A 啦。代表住你去申請嗰個 program 係有相當嘅優勢嘅。OK， 我哋叫做你係 you are being competitive，alright？ 咁而請大家注意，嗰個分數並唔係最低分數要求。正如剛才嘅例子，中文係我哋咧 expected score 係27分。咁如果你係咁啱計咗出嚟26.9，係咪世界末日咧？唔係嘅。呢個呢係你喺嗰個附近係接近嘅話呢，代表住你係有機會。咁所以呢，我會覺得應用呢一個，如果你想追夢嘅呢，就算你喺個 expected score 附近或者差少少，都可以試下搏 A1。去到 A2 呢，穩陣啲呢，就你都幾有把握啦嚇，係掂到個 expected score。而 A3 你想再穩陣啲呢，就係你計出嚟嘅分數係高於 expected score， 咁就非常穩陣 ，right？ 咁咧，我哋錄取除咗係計分數之外，亦都會睇好多 program 有面試啦，睇你面試嘅表現啦，亦都係就算我哋計 best 5，你考多過5科嘅，你嘅第6科、第7科嘅成績，我哋都會考慮嘅嚇。仲有一樣嘢喎，你哋申請聯招嘅時候係要填表噶嘛，要填 OEA 噶嘛，課外活動噶嘛，嗰啲嘅資料咧，中大嘅教授睇唔睇嘅咧？睇逐隻字睇嚇，佢哋真係好認真嘅。可能有機會喺面試嘅時候咧，就會根據你填嘅東西咧，就問翻你啊呢啲活動啊、呢啲經驗啊等等。所以俾啲心機，發揮你自己所長。嚟到我呢個部分嘅尾聲咧，我就想講一講網民嚇，大家有冇上 Threads 啊？同學咧好有興趣咧，唔知點解對於各間院校嘅 Info Day 咧好中意討論嘅。咁我今年咧睇咗個 Thread 嘅 post 啫，有個同學咧就講話啊，中大舊年嘅主題有追夢，今年又追夢，你哋中大追夢要追到幾時咧？咁樣，我想答一答呢個問題。唔知嗰個同學喺咪度？我哋係會繼續追夢，一路追落去嘅，因為我哋相信一個快樂有意義嘅人生係需要有 purpose、有目標。要有夢想嘅。中大的而且確係一間幾老土嘅大學，我哋依然仲會講理想、講夢想，我哋希望實現個人嘅目標，同時係對其他人嘅生命有影響，係受惠於我哋嘅表現。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同學，假如呢間大學嘅理念同你接近，你嘅夢想喺呢間大學嗰度揾到支持，揾到啲學科係可以幫你圓夢嘅話，一齊踏上呢一個會令人生充實同埋快樂嘅旅程。再加上中大，我認為最大嘅賣點係中大嘅人，話唔定你喺你4年嘅時間結識到你一生嘅朋友，
有一啲教授，好似係念恩嘅教授，一路會成為你哋嘅伙伴，同你哋同路一齊去追夢。多謝大家。